乡亲啊，继续来看这条，自称政府线民申请纾困特例有够多。中华有人自称是国家的情报员，受到疫情的影响，要申请1万块，但是线民无法度提供薪资的证明，公所人员真头痛。台中阁有民众申请的理由写讲着感症无法度工作，问题是这甲疫情一点仔关系都无。也阁有人申请的理由都敢若写疫情2字，也无头也无尾。公所的人员讲，安尼写申请时，毋若拖慢着申请的速度，嘛互公所的人员真困扰。排队，谢谢。申请急难纾困，台中市太平区公所一透早门口就真侪人咧排队，人伤多，公所伫外面有搭2座布棚分流，一边有工作人员先教你安怎填资料，学晓才过去另外一边。公所也有加派10几名工作人员协助民众。天气热，每一个人拢规身有汗。我已经跑第2次了，但是我现在把它那个资料有齐全，这样就比较好处理。贵不贵我唔知啦。如果有些人领到这些申请之后，万一不够用的时候，他也是要申请这个嘛。啊，你申请不过，可能就导致说生活困难或者是什么。不少民众想要申请，但理由拢真奇怪。有人写手无力，无法度工作，因为死寒、身体不爽快，也有着癌症的，这拢甲疫情影响无关系，拢无符合。理由我们无法认定，那我们的承办人员、审核人员真的不知道这些案子怎么审，所以真的是速度很慢这样。彰化县官临时公所也有拄到一位民众申请表填国家情报员是政府的线民，但线民袂当公开，那也过来申请纾困，而且公所人员要甲伊讨薪资证明，嘛提不出来。这个案件在后续我们这边做查核的部分呢，它是有一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部分。那初步评估，我们应该会是视为他是没有工作能力人口。那没有工作能力人口的话，这样子的一个纾困案，可能算是不符合的状态。申请书顶面填写的理由甲疫情无关系，迄才是无实的，一定拢袂过，浪费家己的时间，嘛增加工作人员的困扰。